年底咯，诈骗是愈来愈多，11月就有1万外件，金额是有120多亿。以新北市22亿以上多，台中市15亿，高雄嘛有13亿。刑事局有设一个打诈仪表板，会公布逐天诈骗的数字。最近哦，换新的版本，咱嘛做伙来了解。真的是好险遇到。先跟你说，环境高中速度个别拿查诈骗。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，我们还是会到场帮忙。辖区内底咧走从拿查诈骗者做警方日常，会前考试来说服，每个月动来金额拢有10几亿，掠嫌犯也是掠袂煞。莫名其妙啊，跟别人拿钱莫名其妙。你才莫名其妙了。掠诈欺嫌犯今年8月以来，每个月2000多人，尤其是台北市掠量继续排第前2名，甚至愈掠愈多，10月到678人。为更较有效防诈，警方野炊常常被冒名行骗的有名主持人吴淡如亲身出来宣导。从头到尾一直在被用，一直到昨天，还有人打电话给我，问我说：“你怎么在送书呢？”为吴淡如分享家己的经验，就因清楚诈欺有偌严重，就算警方打诈、拿诈做未煞，暗过受理报警案数每个月1万9万件。若无减少，财损总额阁千元，敢若是11月已经冲破120亿。过来详细看各县市，新北市22亿，台中15亿，高雄13亿，损失上惨的前5名全部拢伫6都。希望我们所有民众都能够这个常常来看这个打诈仪表板，然后能够了解诈骗的手法。其实这数据拢是为打诈仪表板来的。刑事局即马将系统阁优化，独立成立单独的网站，除了原本的统计，也加案例故事、宣导影片等等，要强化民众的防范意识。宣传的方法要更多元，然后管道更多，不然，他自己公布的话，就等于是大家没有接受到，就跟没有一样，完全没看过。而且案例这么多，诈骗集团也会知道这个方法，他也换一个方式骗啊。警方防诈做未少努力，不过是不是用实际发挥功效？外界好亲像是保留态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